小吹过来唱，你敢无当吹歌唱？最后一首较特别的，就是今仔日无阿免颂。牧师祝祷了后，咱就直接齐恳做伙来唱圣诗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光，但是囡仔唱的是无共款的语言，咱来先听一解囡仔要安怎唱，咱做伙来念一解。是呀喊吧，是呀喊吧，苦卡年开口。苦卡年开口，大人嘛会使唱台语袂要紧。好，来小朋友先唱一届，来。是呀哈，把苦卡年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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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哈嘛，是呀哈，把苦卡年开口。是呀，蛤蟆，是呀，蛤蟆，苦看年开口。好，来，会众唱一届，来，咱来唱台语版的。咱向前，慢一点哦，1、2，来，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但一个囡仔若是做伙跳舞出去，你如果还有一点童心。请你教完这回跳出去。
条咱同齐来吟诗，圣诗108首，以来唱仁爱，请咱起立。请坐。这条咱用课文来交托上帝话。课文第6篇记载诗篇16篇的所在。上帝啊，由你保护我。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在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
咱三个来恭敬来读上帝话，记在诗篇111篇。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行正直的人，自这个大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参考。伊的作为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上主行其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怜悯。伊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将列邦的土地赐予因。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伊的律例确实有效，永远袂改变，照信实公正制定。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立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照安尼遵行，正是聪明。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牧师今仔日的讲道是听甲和平。请咱同心来祈祷。主管的上帝，当管三自集踮伫你的圣殿中间，献上敬拜的时刻。愿你的神运行踮伫阮中间，通过阮众兄弟姊妹同齐吟欢喜的诗歌，吟懊恼的诗歌，吟和平的诗歌，吟仁爱的诗歌，互阮不断通看见你的旨意临到这个世界，互阮会当继续向前来跑走，继续荣光你的名，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也这来平安。今仔日咱欢喜看见真侪小朋友带咱来敬拜上帝，透过因的歌声，透过因所吟每一首诗歌，帮助咱敬拜上帝，嘛帮助咱愈来愈认捌上帝的心意。诗歌对于咱教会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元素。所以，当咱每一摆踮伫礼拜中间，咱咧吟这的诗歌的时阵，咱也不断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临在踮伫咱的中间。通过这的诗歌，咱会当庆贺咱的生命；通过这的诗歌，咱嘛会当表达生命中间有悲伤的事，有哀痛的事，有济失去愿望的事。但是通过这诗歌，咱会当愈来愈看见上帝的旨意要临在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所以今仔日咱会当三自集，这是恩典，也是福气。通过无共款的历练，咱踮伫遮学到的时，咱也不断见证上帝疼甲和平的心意，已经临到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读诗篇，诗篇是圣经中间一段真长的诗篇，150篇。所以，若是头一摆你咧毋捌主的人讲安怎读圣经要献诗篇，拢足简单对无？因为对中啊献过，就一定会看到诗篇。但是踮伫圣经中间，诗无干那踮伫诗篇内面，有足侪所在，其实拢有诗的表达。咱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遮尔侪诗？为什么要写作遮个诗呢？大家问包括牧师嘛写足侪诗，为什么要写遮尔侪诗？有一个神学家伊咧讲一件事，伊讲写遮个诗是咧面对这个世界的势力，写遮个诗是咧对抗这个世界的权力。所以透过遮的想象，透过遮的懊恼，咱一直咧对抗，咱每一个人受到这个世界的势力所影响，咱无法度活出咱家己，咱无法度活出咱家每一个人的特别。所以透过遮的诗，咱咧表达上帝的心意，
已经临到踮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诗人的目睭一直咧帮助咱去看遐个看袂到的所在，诗歌也帮助咱一直将咱的性命表达带到伫上帝的面前。所以诗篇111篇，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在一开始就讲啥物？哈利路亚，来称赞上主吧！哈利路亚，来称赞上主吧！这个恶道突破一切的限制，突破一切咱所看会到这个世界的势力。诗人讲，因为恶道这件事无任何的理由，恶道就是真自然去赞美咱身躯边每一项水的物件，去赞美咱身躯边每一个上帝特别的创造。不过，咱常常会拄到一个问题，尤其踮伫台湾，咱足少恶道别人对无？踮伫台湾的社会中间，其实咱受到这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其实台湾人足少咧恶扰别人，咱足够批评别人，咱足够看见别人倒位无做好，咱真少咧恶扰别人。所以若是咱逐摆读到哈利路亚的时阵，咱知影诗人咧做啥物无？伊咧提醒咱这件事，请你将哈利路亚运用踮伫你逐日的生活中间。请你将恶扰上帝这个规律运行踮伫你每一日的生活中间。当你看到人的需要的时阵，请你恶扰上帝的创造，请你恶扰上帝踮伫伊生命中间特别的所在。伊咧对抗的就是咱尽管是去批评别人，但是既然咱咧吟哈利路亚的时，伊邀请咱去看见，咱逐个人拢伫这个敬拜的会场中间，这就是恶扰的意思。所以逐摆咱读到圣经中间看见哈利路亚，也是咱踮伫吟诗的时阵吟到伫哈利路亚，伊拢咧提醒咱这件事。虽然咱真容易看见人的无好，但是哈利路亚咧提醒咱，这一切拢是上帝水的创造。既然咱开始学习去恶扰的时，咱就会进入到伫这个状况。就是咱会去看，上帝你使用我，为踮伫遮要做啥物？所以诗人对咱讲：哈利路亚，爱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主这个大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伊。今仔日就是咱自集的时刻，也是咱专心感谢上帝的时刻。有遮尔济的小朋友，有咱正兄弟姊妹，有遮尔济年龄层的人。咱会当三组织成做一个敬拜的时刻，咱咧学到上帝奇妙的创造。伊阁继续讲，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伊的作为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遵守。创造的上主通过咱所会当看到的每一项事来表达，这拢是奇事。这拢是奇妙的事，一直充满踮伫咱的身躯边。我毋知咱有想过这件事无？自细汉到大汉，咱会踮伫教会，咱已经真习惯。但是咱足少去想象到，咱会当甲咱身躯边的人做伙，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咱会当甲无共款年龄层、无共款社会阶层、无共款成长背景的人。同住一点伫一间教会中间，自细汉到大汉，几十年的时间拢踮伫遮，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也踮伫遮表明上帝的疼，带咱去看见，咱会当行过每一摆困难的时刻，每一摆欢喜的时刻，带咱搁去看见每一摆咱会当做伙吟诗、做伙学乐的时刻。当然，诗人。通过安尼的表达，一直要带因转到一个故事中间。伊煞只就对人讲啊，伊讲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怜悯，伊赐美良，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条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将列邦的土地赐互因。诗人咧带因看啥物？诗人咧带遮以色列人。转到出埃及的基地中间，伊知经过一代搁一代，
经过旷野的漂流，经过济故事了后，有可能济人会袂记你一开始咱这个民族的故事。所以诗人用诗篇带大家转到伫出埃及，伫出埃及要看啥物？上帝的恩典。伫出埃及要看见上帝的恩典，咱家己每一个人拢是不足，但是因为上帝的手带咱这个国家，带咱这个民族脱离法老的权势。伫每一摆拄着危险，伫每一摆头前无路通行的时阵，伊拢带咱向前行；伫每一摆咱无物件通食的时阵，伊拢赐予咱有食物，伊赐予咱有水通啉。人会失信，但是上帝永远袂放杀伊的约，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带领以色列进入到伫应允的所在。这是诗人所想要做的。伊继续讲，伊的手所做的信息公平，伊的律例确实有效，永远袂改变。照信息公正制定，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立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行位。对出埃及了后，过来上帝佫做啥物？对出埃及了后，伊佫颁布律法，颁布诫命。为着要互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行伫这个恩典的道路中间，所以每一摆有困境的时阵，想起到上帝的诫命，想起上帝的规例的时阵，咱知咱行伫正直人的会中，咱踮伫遮咧敬拜，咱也咧见证上帝所赐予以色列人的约，就是咧表明伊永久不变的主爱。所以踮伫上帝的约内面，咱知影伊的疼；踮伫上帝的恩典中间，咱知伊已经将恶恼的溃裂，伊已经将和平的溃裂赏赐予咱。所以这是帮助咱咧对抗这个世界的无公义，对抗这个世界的权势，对抗这个世界中间咱所看到每一个悲伤、软弱。互咱会当重新有新的愿望，知影讲上帝确实要带领咱行到伫未来。最后，伊对咱讲啥物？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照安尼遵行才是聪明。上主永远受称赞。敬畏上帝是智慧的根本。诗人甲以色列讲，会学到的人拢咧表达对上帝的敬畏。读到伫遮，我才想到是，当咱咧批评的人，当咱真意爱看到别人会歹的人，咱知影伊咧表达啥物无？伊所咧敬拜的敢若伊家己。当咱会敢若去批评别人，看到别人的无好的时阵，伊敢若认为我比伊较好，我家己较厉害。所以，当咱会当重新学习哈利路亚俄罗主的这项事的时阵，表达咱对上帝的敬畏，所以每一摆的学老是表达咱对上帝的敬畏，也通过这个敬畏，咱见证上帝的疼，确实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的疼，确实踮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刻，咱才有法度成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咱才有法度成做一个和好的使者。所以，互这个社会中间充满学老。就是充满仁爱，充满和平。颠倒边，如果咱干那是批评，也是去攻击，也是用溃裂去压制别人的时阵，咱就会失去这个世界的美善，咱嘛会失去和平。这也是咱踮伫这个时刻，无论踮伫全世界一直咧变化的时，踮伫侪所在，抑阁有战争的时。透过这的诗歌，咱一直咧表达出上帝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掌权者，上帝才是这个世界疼甲和平的根本。咱对这会当领受新的开展。这礼拜中间一个新闻，大家人应该拢有注意到，一个电视节目咧批评身心障碍人士对无？一个电视节目咧批评身心障碍人士。递到咱全台湾的人拢咧讨论这件事，
人拢咧指责，但是我常常讲，每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拢有伊搁较深的意义。有人可能足侪人心内底其实是歧视者的弱势者，但是毋敢讲，对吧？有侪人可能其实是认同这个人所讲的哦，但是因却毋敢讲。有搁较侪人踮伫这个事件进程，恐惊嘛无遐尼重视身心障碍的人，所以咱的社会，互咱活伫一个虾米款的时代，咱重视遐个看会到有路用的价值，咱的眼光真少看见遐个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陈俊翰律师参选的这个行动，其实伊咧做啥物？参选的这个行动，咧挑战这个世界的眼光。这个行动本身就对有权势的人发出挑战，所以咱才会看到遮尔济遮会歧视的言论踮伫这个中间。诗人的目睭，懊恼的目睭，就是咧帮助咱看见遐个平时咱看袂到的所在，去讲咱真少注意的故事。遮的弱势者，因勇敢地挑战，这个看起来真坚固的社会结构，因带咱去看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所以真正认真去看，这个陈俊翰律师伊会讲，我望我的参选会当互社会注意到一件事，其实踮伫你甲我的身躯边，有真侪弱势的人。有真侪身心障碍的人，阁有真侪罕见疾病的人，因无愿意受到环境甲制度的阻碍甲限制，逼到因无一个平等的机会，会当去追求家己想要爱的生活，去实现家己的理想。这是伊参选这个行动背后所带来的意义。所以，当咱看到一个社会现象，咱踮伫遮一直咧讨论的时刻，其实上帝也带咱搁较深去看见每一个人踮伫这个社会中间，伊勇敢咧表达伊的声音，伊勇敢要去表达伊的理想。这是诗人咧对咱所讲的，诗人带咱看见遐会看袂到的所在。有时咱认为咱家己是弱势。但是咱迄是咱家己咧认为那俩，咱真少实际了解每一个软弱的人，伊的生命到底要表达啥物。所以通过这项事，咱知上帝的心意其实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上帝的心意也通过每一个特别的人勇敢向前去跑走。咱对疼的理解。往往是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直到咱讲到伫疼的时阵，咱敢若用感觉去认知，咱敢若靠咱的感觉去感觉讲，这个人到底有疼无？诗人带咱咧看，上帝才是疼，上帝才是好好。所以咱会当看见踮伫教会中间，通过诗歌，通过咱的礼拜。咱一直咧表达咱每一个人信仰的活命。昨甲一寡青年人一直咧讨论一个连基督徒拢足歹理解的议题，叫做三位一体。侪青年人常常咧问我这个问题，到底三位一体要安怎解释？逐摆拄着这个问题，我拢会甲伊讲，我这个问题我上一学期学的神学课嘛无解决。足侪人写足侪论文嘛无解决，到底要安怎甲你解释呢？但是后来我想诶，咱拢讲圣爸、圣子、圣神，圣爸上帝、圣子耶稣、圣神上帝运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检测咱会当安尼来理解，咱每一个人拢行伫天父上帝、圣父上帝的旨意中间，咱不断地敲吹天父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对这个世界的旨意。
通过耶稣基督真正道成肉体表达，踮伫咱的生命中间。通过咱看见耶稣基督真实临在，踮伫这个世界，踮伫咱的身躯边，咱才知踮伫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通过圣神的引带，活出疼，活出好好。简单来讲，咱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拢咧敲揣圣父上帝的旨意。通过耶稣基督，也就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当咱自己踮伫遮的时阵，咱会对咱身躯边实实在在出现的人，实实在在出现的大人囡仔，踮伫遮的时阵，咱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显现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所以，当咱自己咧懊恼、受到感动的时刻，咱拢行伫圣神的活身中间。每一日咱所行的路，拢是新的。每一日咱所见证的，拢是有气力的。然后圣父、圣子、圣神这个关系是永远无停止、永远无改变一个好好的关系。就着安尼，咱才会当理解诗人咧带咱看的。伊讲哈利路亚，咱咧懊恼上帝奇妙的作为，懊恼天父上帝的旨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带咱用懊恼来进入伊的院，进入教伫正直的人的大会中，然后咱会当成做一个敬拜的团体，都是咱每一个人三组织踮伫一间教会中间，组织踮伫每一个无共款的教会中间，同齐咧敬拜的时刻，咱看见圣神的活身，通过咱已经运行踮伫这个世界，咱领受这个使命。爱将和平带到伫咱身躯边，咱领受这个呼召，爱将仁爱实践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今仔日囡仔踮伫遮带咱敬拜，这是艺术。每一个艺术拢引带咱去看见新的想象。咱是咧耍，但是咱嘛经验生命真实的疼。经验生命真实的痛苦，通过这哀叹的表达，通过这喜乐的表达，咱拢要看见，咱每一个人咧见证耶稣基督，伫这条信心的道路顶面，实践疼甲和平，结出美善的果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咱踮伫每一日咱的生活中间，用哈利路亚，懊恼，咱每一个咱所看到的人，咱所经验的事件，用哈利路亚也邀请咱身躯边的人，做伙来加入这个敬拜的团体。每一日拢是新的，每一日拢是上帝的恩典。虽然咱知影，这个世界永远充满济济无公义。虽然咱知这个世界有济济战争甲危险，但是当咱加入踮伫这个敬拜的行列中间，踮伫这个懊恼的行列中间的时，上帝确实会改变这个世界，上帝确实会带来新的愿望，实践疼甲和平。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疼甲和平。伫你的疼内面，我满心感谢，我夜目观看，我决定军队，纪念圣约，成就基事。伫你的疼内面，我得到赦免，我经验破碎，我决定回应，懊恼信息，成就和平。疼甲和平。是智慧的显露，是敬畏的果子，是信心的道路。咱大家同心同行，咱会当同心同行，行伫这个懊恼的诗班中间，经验破碎，经验医治，经验和好，经验仁爱。请咱同齐来祈祷。驻东莞组织。踮伫你敬拜的大会中，你邀请阮
唱哈利路亚。你邀请阮唱出阮每一个人生命的声音。当阮自这点伫遮，阮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愿你的和平临到每一个冲突的所在、危险的所在、不安的所在、无公义的所在。伫你的厅内面，阮也学习祈祷，为着和好，为着平安，愿你的旨意临到踮伫即个土地。对阮每一个人参与踮伫这敬拜甲学乐的诗班的时，愿用哈利路亚来称颂你奇妙的作为。踮伫每一日，阮所拄着的每一个人，阮所经验的每一项事，阮拢知，迄是你创造的美善，迄是你疼甲好好的果子。愿主赐阮勇气。互阮继续行伫这条信心的道路顶面，直到伫永远。当这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73首，一切受造期待和平。期待世界的和平，全能上帝查咱的和平，你看我的手，对咱来做起，一切受造期待真爱，期待世界的真爱。全能上帝查咱的真爱，我看你的手，看边仔的人的手，对咱来做起，敬畏上主就的智慧，咱的尊敬是聪明。全能上帝查咱的智慧，你看我的手，对咱来做起。OK， 咱即礼拜咱看见遮个小朋友因认真踮伫教会中间咧学习，所以咱同工嘛已经制作即个回顾的影片，所以请咱用一段时间来欣赏因即礼拜的学习。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在寒假放假的时候，带领众孩子们一起来到教会这边，来一起进行我们今天要带领大家的营会。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相聚。我们3间教会，东门、德光、银行，我们在这里成为一家。我们要在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我们要一起透过歌声，透过游戏，我们要彼此来分享彼此的生命。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将今天以及往后3天的营会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保守，让我们平安喜乐。我们将祷告奉靠主的名求，阿们。
感谢咱正老师家长的支持，也互咱今仔日会当有一个学老的诗班，带咱同齐敬拜上帝，也带咱同齐看见上帝恩典、上帝的疼甲和平，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的，咱先来读本周的经句吼，请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咱做伙来读2摆来。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照安尼尊听者是聪明。上主一切敬愿受称赞。诗篇111篇第10节，咱搁一摆来。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照安尼遵行才是聪明。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诗篇111篇第10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咱同齐来分享。咱即个对后礼拜开始，咱的圣经学堂甲台语的查经班拢放寒假，咱就休3摆，会对2月20、2月21才重新来恢复聚会。所以这3礼拜就是咱圣经学堂甲台语查经班，咱放3礼拜的寒假吼。
好，过来咱继续，若是有意愿想要奉献伫迄个手中放纵的部分，咱的这个奉献会到2月25日来截止吼，所以请咱有感动兄弟姊妹会当同齐为着这项事工来关心。好，过来对今年度开始，咱教会有接纳台南退休牧师夫妇联谊会。踮伫咱教会中间咧聚会，因每个月会有一遍踮伫咱的教会中间使用咱松大教室迄边来聚会。后主日咱因这个联谊会有请陈稳中牧师要代表因来咱教会讲道甲请安报告。后礼拜我会甲夫妻小组前往到拿来教会领受旅游吼。好，过来春节时间的休假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咱今年度新春礼拜是拜六，咱就拜六礼拜2天拢有礼拜。新春礼拜2月初10拜六迄日，咱邀请陈尚仁牧师来讲道。2月11是咱初2，咱犹原有咱的主日礼拜。这2日拢是干联合礼拜，拢是干一场尔。所以请咱会记，时间是早起的9点。好，过来这就是头拄已经报告啊。好，过一项咱集体关怀的消息。今仔日下晡，嘉荣林嘉荣姊妹，这是牛长老的曾孙，伊要甲陈约典兄弟踮伫安顺教会来举行结婚礼拜下晡我要前往证婚，请咱踮伫祈祷中间，为着嘉荣因要建立这新的家庭来祈祷，恭喜牛长老。过来一个唔甘的消息是，大正老师甲小郑老师的妈妈。郑谢真志姊妹，伊踮伫1月23民宿稳调，99岁吼。伊会踮伫拜5下晡1点，踮伫殡仪馆来举行日宴礼拜，礼拜了就火化。2月初3拜6早起10点，会踮伫咱的礼拜堂中间举行告别礼拜。所以，请咱兄弟姊妹有意愿要做伙来参与的，请咱来注意这个时间。日宴礼拜的时间是拜5下晡。告别礼拜是拜6早起10点，踮伫咱的大礼拜堂中间，请咱踮伫祈祷中间，特别为了大小郑老师因全家来祈祷。咱顶礼拜已经有举办民主节的告别礼拜，加上嘛特别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同齐的关心吼。今仔日敢有来？伫倒落伫遐迄个。民主这后生踮伫遮，咱也踮伫祈祷中间继续来纪念因吼，请坐。好搁一项补充的报告吼，等下小朋友，恁会当摕这，这是迄个总统府议员新春议员，所以是总统府收寄来的，所以小朋友等一下可以来拿这个咱。数量有限，所以小朋友先摕，若是搁有春，才去教会遮来摕。搁来总统府有寄春联，春联嘛放伫迄个办公室头前，所以如果你想要摕迄个总统府的春联，会当踮伫遐，共款迄个数量有限，所以就摕甲无就无吼。所以请咱会当同齐第二家的事，我就做遮的报告。等下，咱先。欢迎今仔日吼，咱有德光教会嘛，有盐行教会，阁有侪儿童营的家长来到伫咱中间，会当请恁做伙起嚟，互咱做伙欢迎对无？好搁请坐。好搁来咱嘛来学到咱的小朋友吼，来学到咱的小朋友，阁有咱的老师，阁有咱所有老师同工参与踮伫这服侍中间。感谢主的恩典，咱这边甲德光教会联合举办，盐行教会嘛真欢喜做伙来参与，因讲期待未来因嘛家己会当办合唱营，所以通过咱教会遮的同工会当真做进教会的祝福，也见证上帝的疼踮伫咱这教会中间。
请咱同齐起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互咱正做学老的诗班，踮伫每一日称上主奇妙的作为，踮伫每一日分享上帝的疼甲和平，到伫济济需要的所在，照光每一个黑暗的所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是咱来念圣诗619首，咱向前行入上帝光。你归口，西亚坎巴库卡内你归口，西亚坎巴库卡内你归口，西亚坎巴库卡内你归口，西亚坎巴，西亚坎巴口，西亚坎巴库卡内你归口，西亚坎巴，西亚坎巴口，西亚坎巴库卡内你归口。西亚坎布卡内尼归口，西亚坎巴库卡内尼归口，西亚坎布卡内尼归口，西亚坎巴库卡内尼归口，西亚坎巴，西亚坎巴口，西亚坎巴库卡内尼归口，西亚坎巴，西亚坎巴口，西亚坎巴库卡内尼归口。